推广到各县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苏花公路下清水桥伫4月初3登东的时候，道路中断。4月初6虽然已经先抢通，也毋过便桥只当开放小型车分时段来通行。经过透暝透日的抢修拓宽的工程会更替便道嘛已经完工了。早起嘛开放大型车会当通行。为着要赶伫透早6点苏花公路头一届放行的时间，真侪大只车种至到暗时啊，都小连续来中铁观测站排队，因为大家连可较早来咧，嘛无想要了时间向南边搁踅台湾一轮。能够直接从苏花走，时间会节省多少？2个小时、4个小时。这样，所以能够走苏花还是很开心的。开心的。但是因为地震还是平传，不会说比较担心吗？没办法啊，我到南部真的好远。苏花公路下清水桥，因为4月初3地动受损长歹去，南澳港务段虽然伫4月初6有先抢通一条便道，不过因为路较下，每一天敢若会当开放3个时段，让细台车通行。伫挂工课修理的情形之下，即马更便桥混跨，引导的工程嘛已经完工，所以提早伫30开放大型车双向通行。开放大型车12.2公尺以下，限速15公里，可以来做一个通行。每日管制3个时段，早上10点到10点20分，中午12点到1点，下午3点到3点20分，这3个时段来开放通行。傍晚5点到隔天早上8点，以及假日，都是不管制的。公路局强调讲，伫台九顶线64.9公里至69.1公里的所在，还有65.5公里后人火车头的路段，因为持续有石头落落来，甲水泵线的情形都要先封起来，车民众该行进水泵坑，也若下清水桥规个工程按算伫今年年底会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